请到嘞。有了。你呀，V 啦。歹势，可以睇下按時啊。有冇電嗬？俾水多2年啊！一到我要想啊，不過又冇看到人，咪唔定乜嘅時間，唔到底哦出水體，真係動緊笑啦！行啲見笑嘅哈，講出去又不俾人家笑笑哈。啲講哦，做呢種辣甜嘅麼啊？那有年輕人呢，你係衰兩日行啲笑嘅。我弄快條你冇畫面了呀？唔會啦，講嘢冇人聽，我要接送一歲就2年，唔過啊，我要放起來學貓啦。先生又講，爸爸那時做得出現冇？唉，出條事，我本佢判出現，冇啊，該重陽法通佢出嚟判唱歌呀。按先老街重陽法通辦熟咯，真本佢真嚟。啊，你咩做得哦？醫生講唔答應。唉，出邊向嘅爸爸講哦，醫生講我骨頭邊係做唔得亂天痛哦，亂天痛是會開刀呀。韓哥，醫生該殺後話出樓嘅講，醫生啊，佢因為搶錢痛啊，做得老嘅就安排全身檢查冇啊，拜託醫掉啊。好在台灣有進步。好啦，俩做盤煎咯，萬一咧哈，聽過面咯，我開始做生意，開始冇閒咧。歹勢，可以睇下按時哦。有啥呢？我冇畫面啊。歹勢，我啲亞 V。爸。你會進來咧？係嘅，牙錯喺牙進嚟嘅咩？哎呦，你用嘅俾抽進來啊！因為我可能做乜做唔得進來啊？醫生講也係疫情期間，冇帶啲嘢，出行啊夾做唔開啊。張伯呢？李張伯，你出真呢？我就愛來潛你啊！泰山簡單啊，當日冇來是接通啊，我等你接通，你唔得鋪出嚟咧，用格殺呢？你錯定啦，你身體安尼用嚟去做，你先坐天下，好，我等下去處理。哦，好，感謝哈，感謝，好，我先走咯。你爸爸，姨父，我同家鄉去出去啊。哦，幼稚聽聽嘛，我就做得啦。嘿嘿，唔對愛喲。好在一下疫情期間，所以 MA 係一定要有嘅，冇啊平常時搶有嘢。唉，做啲安尼哦，雙敗啊，出門應該答應啊，做推理呢種啊，做呢種嘅事情啊，比個總統還卡多呀。一波嘅流浪狗衝邊度嘅呢？你這邊派出所誰冇啦？冇試到動粗哦。阮說了，做警察，苗安現場不會去。姐，你講唔真連線到李總，去台北去咖啡店為咗幹啥？忘記咧。哈？應該講還蠻快就忘記咧，以前老錢啊就出聲咧。你原諒我冇？唔怕啦，個穿就好咧啊！爸爸啲咧，冇落一步講哦，冇有啲嘅偏少。你阿伯聽說阮爸爸媽死啊？爸爸點都冇呢，韓哥。啊？
韩国把梦想嘅按讲啦。唔标准来量谈，考试掉到甲甲关去，前面无碰目嘅啊，什么？你丢的起理较好啦，无啊，公私不分，上班会本经验，下班读到你还要继续谈经验，还真给你点点。安全发通很熟悉无？冇可能啦，乱没错。唉，安尼做唔得啦。唉，虽然助理好讲法，不过那是副助理呢？头摆啊，就老神明对嗰边抢过来咧。韩国人条一下要留个 Q 白宫也出来，希望有人就去摆，白宫听说会冇欢喜嘅。那种神秘的事情哦，都唔得公销啦。嘿啦，杨秘书，副助理，计迄讲参观说，连做啲留 Q 白宫，晒到白宫庙来，唔要去拜哦。就会准做纪念本大家参观，鼓励大家识果子、摆薯条，安尼咯。就冇人嚟咩嘅，我想同你讲咧啊，安尼啊，我冇人去解问白宫啊，唔啊，是冇办法做主的哦。韩国人看，来，日本 Q 白宫庙日子，上面都有写啊，你看，这样事啊，老爷 Q 白宫杀准后留的这片，听说还有原因的咩？是啊，我听说是这个样子。但是那个时候我年轻嘛，我才18岁呀。他们大人有什么事情商量，他也不会告诉我。不过你阿公应该知道。但是我总是想，客家伯公对待大家都像亲人一样，亲人就是一家人嘛。一家人是有什么事情大家商量商量，都不就解决了，是不是啊？应该没有问题的。以下就唔係人哋上一跌高，就做亂跌嘅。千歲話可以強調嘅地方有頭有面嘅人，係我有白宮廟嘅委員，大家搶下來現場做只能做得啦。哈，唔對，你見跌高，跌到唔對上嘅高，衝翻去。錯啦，有啲黑少年吼，唔好從去以為無嘅啊，前面事情吼唔好亂來啊。啊，好啦，我也唔係咋吼，無講拖理嘅人。迄講就剪紙啊，吼，好啊！大家就看見咧啊，留幾兩人啊，總下搶過來，吼，我講啊，大家竟然過來跌高，還有哦，現場所有嘅人啊，做唔得留 Q 白宮嘅事情講出去，市民嘅事情啊，是要照鋪落嘅哦，唔係對吧？你亂問，影響到人家幾十年嘅運勢，唔要咁做嘅附近，你也根本係危險嘛！唔對，上一周我冇意見呐，唔過做咧是要虐，睇我爸咧，係攞全力上到兩團當。難道平常情況下咧，都講唔樣副主委咧？來看凶多吉少，你一定要講到暗慘嘿。我不難說講個解。東南橋，意思就強用啊！唔怕啦，青島區我愛去參觀去北宮啊，不過行去做得去參觀茶園同水準。做得哦，來太古有茶園，來去瞧。落水門哦，啲來前來無下邊順啊，來去問佢啊。前來有聽聽啊，因為喺講到時都冇會見面。聽講哦，幾張結婚啊，拄好迄款嫁本哦。上到尿，唔做得係認真對喎。唔做我個暗號嘛，黐架。韓國乃前來有喺好城鄉環境啊，拄好就嚟做團。什麼做暗態嘅犧牲呢？唔可聽係犧牲。嘿啦，副主委講，唔就委員嚟見證你就好呀。冇啦，是吧？啊，是吧？
老后久，天数也要死啊！头家，我去偏手。大班模型那轮堆有事哦，你。扛棒不用鸦片，他大念。俺又冇讲，你还扛棒做会低呀，你还重步做会低呀。我希望你答应嘿，迄阵创，一细查创，我爸爸迄太古董，我会用就用。阿番叔，迄县里总唔系语言哦，唔学咪唔作了。唔要县里总，走嘛，我做唔得县。你老祖叫我天数，叫我天数。冇啦，我咩同讲过诶。我想到迄条油诶，冇来骗我诶。万岁，廿拜请好现钞票哦。无，我要同阿爸爸讲，请阿爸爸来请同业去，算是。我就会处理内组诶事情嘛。唔免伫因为牙球佢冇处理好，姑嫂，向前迄讲诶有诶无诶啊，我手想讲老事情假，安尼奈迄老几天数啦。真紧抢有安尼。房车，迄个本来伫老祖讲要天数，我一听哦。算了。亲无了，伊也没有来嘎嘎比。因为你做李总从铁铁操劳，身体发出劲波嘞。因为你做李总越做越冇钱，木卡真劲冇钱呢。不说两百先给，我喊大家出来先，他就两百穷用发通，你做唔得差，你爽。嘎嘎。做乜嘅？嘎嘎，爸爸老唔讲，廿拜李总选举有一些的复杂，因为呢位这边有公益区开发案，老 M 北个庙有关系啊。不说，下一届嘅李总签唔好做，爱当，佢做唔得听人讲，结果做唔得听人啊，一动我要动到碰碰跳跳爱做。爸，冇按复杂啦，你不讲到冇唔错啊，我一陪身体好好歇困。不，我家嘅胎哥係按到呢，大然哦，你現金流量是出問題了，啊你真係做唔得。年度的推廣嘅事，唉，人一部實在係哦。爸，其實從來唔貼錢哦，連我家做生意創嘅就行起來啦。姑嫂，做呢種清太嘅問題出現。姑嫂，我冇個貼錢，你用唔上錯嘛？唔錯。有嘅哦。伊不講，講到你是兩年嘅根本做唔到。佢唔好再去台北，隔壁兩個事情都處理好嘅。噓，我陪伊不敵啦。算幾件啦？撒下來哦，就分去，辦叮叮當當就好咧。幾多錢4個萬聽聽啦。有雙牙嘅10萬冇？上頭李總，身體有較好冇？哦。唔嘈得啦。係先，係啦，坐電就好嘅啦。可能有咩驚同我困啊？啊，坐，格格，泡茶。好。乜嘢事情？之前茶煲啊，就有人講過啊，我到農業沙期啊，嘅水管漏水，一下有些麻煩。因為水管漏水啊，啲安撫沙期幾片，阿蘭子啊，係我到沙期嘅主備，佢到安撫沙期幾片講。佢哋來賺，我哋來出錢。不過，佢哋安撫嘅主備講佢哋結構長順行堅持唔賺呢。
一下出来出公司用来讲咯。出来对公司讲哦，别地杯迄外条用户的事情，别我杯真系几条的事情。可以做協調費啊，像佢哋嘅做費來出好了啊。係啊，李總辦，唔就快就協調費，安尼哦，都好呢。我看用啊，俺先過嚟去看看啦。走的。我迄件哦，那日啊，水管白铁嘞，我哋哦，这片无水好用，其条鸦片哦，免危险。我迄想啊，安保注意，李总北啊，唔免说，迄咩做啲老外条叫同一下，希望哦去请营业员啊，还是立委啊，其条咩先处理来瞧，哎呦，大寿时间啦。我看安样啦，我来拜托吼，你块委员，拜托佢哦協調自來水公司，對佢條沙期條件吼，接一啲民官過來吼，做到態度下背，吼安樣超好嘅吼，順手吼，本佢條停水經驗，本地冇案件啦。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咁就麻煩唔了。冇麻煩啦，應該嘅啊。你講哦，行政有乜嘅問題啊？唔沙期嘅人哦，綜合大量嘅物價寫成都唔怕。哎呦，真夢語。還有啊，李總伯啦，唔一擺重用貴拍賣成體參觀，我叫沙期嘅老人家啊，都叮叮音講我，哎呀無啦鬧嘢呢。哦，誒，本後生人做事，萬事後生人動要先嘛。係啦，唔過我係知道行起貴將來，佢叫老人家較關啦，唔講係冇。係啦。哎，你老講真嚟，我要真嚟，加溜水嘅事情就麻煩唔了。好。我真嚟，冇傾啊。哎呦，有秘書。哎，沙條李總，哎，恭喜出現哦！阿個沙期流水嘅問題處理好了哈。你講吼，嘅阿後離公司吼，老人帶來原去下載，係乜嘅意思啊？睇下就講啊，有乜問題吼，請沙條李總就出嚟啦。好啦，我來處理啦。還有乜嘅事情？啊，錯嘞，佢啊，你可以委員嘅妹啊，娜娜講咩要出嚟見李總吧？哎，個長用啊，我判個創高發通然後就對標呢。哎，見咩啊？行運來公所，我掏經費了。哎，行哥啊，行哥，哦，獎金啊，比人去年判較豐富呢。預算還有預算。呀，你為咗係講法咧，我用搶嘅，你要搶本期啊！啊，娜唔有同學。嘅沙條李總啊，啷唔講？嘅啊，你絕對唔係生人嘅，自家啲嘅太祖太醫，一聽起味嘅，你嘅後背唔係嘅。哦，沙條爸，你自家生意條嘅，我打點死哦。快啲講到呢邊嚟，好。好。俾人家下冇講法就好呀。爸爸就唔好欠一般人情，尤其係欠李偉嘅人情。乜嘅意思啊？就係錢做得解決嘅事情咩？像我也唔會白好，先解決漏水嘅問題嘛。不過阿蘭係立開委員嘅建築，佢倆就硬好，因為唔理可以拜託立開委員，佢就係冇想去欠李偉嘅人情咩？那唔做乜嘅要欠人情？就繼續攞佢條開協調費啊！看開頭簽名哦，乜唔賭唔掉咧，遲延就會退出咧。
哦，做呢種青年人開協調會呢，嗰條民意代表接到澄清，我先行處理了橋，講起橋，就會先講講那聽聽，兩邊都冇什麼得罪，記得有處理，做呢種什麼啊？哎呦，都係為了選票咩？唔想講講啦，唔可以協調會啊，都未一定會永遠輸踢，個輸踢嘅人下擺不投票本唔會嘛？韓國啊，你也協調過程地度，留輸踢入邊講好話，贏咗入邊沒有對唔爽快啊，都未到兩票都冇哦。姑嫂，做得莫可以協調會就莫可以，哎呦，輕則不能拿到票嘅機會，就算拿冇辦法拿到兩張，沒有一張咩？冇看到同多民意代表都講傾聽民意，也唔係講假嘅喲，談就好嘅啦，做得冇幾多提前做人乜嘅泡芙，哎呦就好呀。從家下，就係一台太富嘅爸爸嚟跳啦。好啦，一百重人發動啊，就將人嘅意思判啦。呢種選舉係嘅壓力先。我電機好咧。啊？無是那根本就係想要人對戰，摕圈圈叉叉的啦。什麼插嘅咧？俺先落成太子里判後張國國。有一時的難，無按簡單。那迄錢來太久，佢講一下立委嘅片都有通做咧，其實無愛本人打點。報名來使奶，佫較叫，其實勉強答應，經過檢查嘅，其他佢唔肯批下。係啊，片也無順序啊，那佢無好嘅錢啊，如果完全係 PTT 嘅，然後佢炒事情哦，佢經調換嘉賓嘅反應，嘉賓講乜解？亞美超響幾家人啊，萬一唔對參觀過後，想咧行下多年啦，安尼你炒到哪一條嘅定青神花？韓國唔對，根本冇經費講硬嘅，上擺觀光客規劃喺土爛，那亞片還有不出金，做得涼呢。吼，可惜啊！誒，唔應該愛啲假姑娘，無啲佢變數嘅時間，嗰係前期。做嘛？因為佢土客個，不過佢哋都答應我嚟做土爛先生啦。唔對，行擺哦，行係愛合體，講法嘅效果會行較大。也算未係。係，係上到嘅音樂殺條，差唔多係安尼。來次做咧亞扎，不過應該愛落傾傾，動畫落翕到嘅較好看。來次到旁邊嘅上較好談呢，不過叫我動力批啦。亞地機表，你下一下，都是內公送去先比比做得咧。你講，按到喊啲老家家天數協調生態治理。錯噶。聽講係要求白宮廟嘅位置，講嘅做比咩景點，唔過本副主委去切咧。按到迄帶記去種茶嘅生態天數講法，係迄當過去嘅。應該係種茶嘅，唔過此度唔係天數講法，係想。我媽媽講啊，要條豬腳，按牙本牙破呢。按好啊。什麼啊？哎，不用咧。好。你啲做嘛？模型那個要去做嘅總鋪，係除了東西叔叔誒，要3年咯，3年演得喂。佢手較惡勢咧啊，無按定人講啦。嘿，佢竟然係攞佢天數寫，跟我去上講係冇去講到真詞句，係冇愛嘛。冇強用，所以唔但搶你生意嘛，也沒冇算沒到真詞啊，啊
那基本单就想讲我生意耶，故说就想去做正式日本嘛，就创空无强用啦。我啲牙意思啦，安子谁？唔会啦，唔怕啦。加油！加油！错嘞，北港庙其他语言嘅反应係样嘅啊？那个老人家锣鼓办真传统，也好多实派。不过唔是少，挨几小巧，冇问题。原来。开眼掉，你要再捞哎。原来。开眼掉，你要再捞哎。跟我想要政治有关系，故事无人来听数，结果你杀去老给听数，有乜嘅意思啊？无啊，其中来深爱哦，奇怪诶。无代志嘛，来瞧乜嘅小心嘅前太子里哦。主角妹，也比起外嘅经县总部，请伊莫过来咧。因为无反应，还有我过来都高啲采验着咧，莫个教做洗身躯嘅用咧。伊手迄年铁吼，伊讲嘛，甲迄球都唔要去这，不过佢根本就唔在意，来啲佢根本就唔会让人听出来。你就李总献给听听这么高端呢？冇算啊，我这个咩冇呢？我喺倒底那边牙都唔啊。我听唔清楚哦，我冇同咩哥哥啲，你又唔是教做东采购嘅用嘅啦。讲我县李总，你就挑事爱县，好啊，大家公平竞争嘛。不过，请唔好过用各种请唔掉嘅理由来抹黑我，像黑味道乡亲好，就算很炫到咧，你还咩会身心作风？是嘞。我唔要过来亚比咧，唔是讲诶，拜拜。而家喺呢個做乜嘅？誒，張愛文，你做乜嘅？唔出李總獻給聽聽有涉案嘅。佢唔做乜嘅，係攞佢聽書，就唔攞嚟聽書啊？廿把人都指認人想嚟聽書。我看根本就係針對家家，從細到大，乜嘅事情係講有記，唔出啲嘅嫌麻煩，啲嘅亂咩？我點唔冇差件人嘢好，唔講有咩冇朋友，唔用啥轉冇用成百件嘅人嘛？用誒，比人見輕鬆輕鬆係冇，真係偏誒。做乜嘅唔係攞佢聽書，就唔可以攞嚟聽書啊？我手單槍攞佢聽書聽聽，喺講廿把唔喺呢塊面嘅，冇聽錯，係咩話人聽書嚟做對冇？做叫我咪到底那邊邊人係較好啊？而且乜嘅都冇啱好，我做乜攞佢聽書？喺講，我最想喺攞佢聽書，冇想讓人聽書嚟做對冇？做佢錯喎，做佢又唔敢講錯喎。爸講，其實我唱喺無想嘅乜嘅事情都係阿爸安排好嘅，都冇去個獻嘅方向。故說我將會獻記，同阿爸證明我走得行出去個嘅路。我承認，我想去同哥哥比，因為莫測，我莫測佢比我自由，我莫測佢比我有能力，我莫測。
彩，大家都留去天书。爸公，拜托我让我天书一拜，保佑我让亚伯李总嘅献祭，本我有机会证明我唔係一隻失敗嘅人，因為讓下年係就宿命咧。故說每位青年用我，想要用無窮嘅方式，讓都做來。这个电子机给你，这件已经给我了，我不要。我表現少啦。以前唱歌同樂個人膝頭哥咧攀咧啊，我當導演都佢嚟唔學咯啊。你下佢嘅表現搞到卡那一攀咧張健個提高咧，仲有沸騰表嘅啦。你下都有人講膝頭哥一擺一天係過不少啦。你知吧？韓國咱那一擺係跳強出來，為了大家對邊嘅。一擺如果沒落地上唔出來食啊，要是你位佢有副開單啦凊彩要凍食。喺講錢，我不靠我，要安人天天。聽二兩個人講，水彩幾條啦，冇錯，我都支持我嘅妹家家。雖然家家冇經驗不過我看佢認真攀普通嘅技保育嘅實在讓我很強啦。我看佢每一隻李總腳，身體自理美好，像李總美好，我都支持佢。況且用愛才一天唔會幫佢失佢啊。做他就好，裝得乾淨。唔乾淨，一天唔乾淨。那你講啦，哎呀唔同啦，哎呀，阿水哥，哎，李總伯，家咧，迄擺個阿弟姑要來撥酒店呢，佢來打阿蘭姐，家先得。好啦，你爸爸按落去，一步，我拖佢去，來。我打電話叫管警察。快啲。來咧，啊，好吃困好。小英啊，卡死你條啊！一下副主委免本藝嘅方向誒，故事我唔係講方向，我請喺本人就合理嘅做法聽聽啊。做唔得啦。好啦，其實像你就冇喺度掛保證咯。不過唔可以帶面貌。等警察來後，看啊，關鍵用眼叫係望來。咁樣啊！你做乜咩？你不跳啊！唔跳先等佢都爭氣嗬，我嚟等警察。冇了你條殺人入去啦！唔是笑啦，我要等警察來後，你同唔掉啊？前妹，有
有某个事情好好讲，说不定咱会同宿同救啦。马福卡的事情你是插小了，要么这有啦，我做卖啦，唔爽啊！先把阿兰姐出来了。这马福卡是唔是插小啦？冷静。迄阿弟姑哦，去搞跌倒嘅哦，周总，你了解啦哈。阿兰姐，3PQ 等下飞过来，唔过攞技疗参详，看来安置冇。什么？什么？很见笑，很见笑。哥，阿伯真咁做唔得到半個期咧，唔過期，我聽說做到本件翻上嘅期費啊。你是咁咩堅強嘅？社會迄個要發通，沒有多多出來參加。我受不了這種事情了。表白，你接受菲菲做嘅事情，老貴就菲帶到落去啊，想開頭誒，行出呢一步，看日出嘅世界。谁啦？这个弄人家做罢工的事情，用参详用看法。哇，罢工你都好啊！係唔怕啦，三萬冇一定會成功，不過唔三萬一定會動強手。唔上忙一定會動強手，因為魯蛇京劇啊，也沒有道理。唔講啊，行黑卡中意迪士尼京劇，有時收嘅嗰條路都係親人行嘅，也較勵志嘛。差唔多啊，不過是咧。況且就按水啊，清快就安尼啦。不過，本來奇蹟好。我定啲好咧。啊！哎呀，嘎嘎，唔要談唔實爸爸攞唔講嘅話，一敗李宗獻嘅，因為要講一協改方案，呢度要動到問題。我啲，你想我本欺負，唔過我行卡上你身體呢？爸公，我哋爸爸做嘅事情係乜嘅？對子、沙琪嘅問題，還有阿蘭子嘅家暴，我哋爸爸唔單槍係受我本人欺負，我知道佢行下表唔落心嘅，係佢對一條鄉親嘅關心。我想通了一件事情，也拜我信仰，我應該槍係為到還錢，韓哥愛分擔爸爸還有一部嘅辛苦。係真係按嚟想嘅，唔啲錯嘛？你做乜咩？哎呦，你辦不好啊？唔咩啦，也係哦，我本家家成太子里出獎嘅啦。阿蘭子，感謝咧，我真係感謝唔到。
尤其哦，迄里种白梅，提上来我转去沙滩。姑嫂啊，早晨，小猪大雕时啊，介咗老几条题嘅家家先太子里嘅计划，大家都知道动用意义，就决定爱赞助呢。安吉什么人？唔是声音啊，阿你俩下呢，带到来。沙皮橋老愛前面一隻蔬菜，係當好啊，唔是少。哦，安尼出好。阿昌用啊，喺講要行啊，真嚟老愛定向下表鬧熱咧。好啊，冇問題啊。好，來來來，吃飯啦，等一下啦。哦。是我同事啊，兩個去準備。多謝啊！多謝哈，多謝哈，多謝。阿東東，石头，对不起啊哈。哎呀，阿東東，不要放在心上，這沒什麼啦啊。不過黑黑回來啊，我會好好教訓他，要他好好重新做人。做的，你就給我使勁打，打死都沒關係啊。冇人飲通的。啊，做完全嘞，好做法嘞。好。各位鄉親，各位長輩，今年重陽老頭擺冇供養嘅啊，跟我知道，當到鄉親對呀生態治理冇興頭。唔過啊，我答應過後，真正知道，頭擺嘅發動啊，都太過辦啦。姑嫂啊，稍後來啊，我次講啊，嗰檔時嘅發動啊，行多一擺啊，我特別感謝阿蘭啊。提供很多豐富嘅電路啊，大家眾賞鼓勵。很多啊，我一擺答應過後，真正知道人生嘅付出。不錯，我決定攞我嘅舌頭交俾我嘅妹。本期哈，繼續服務大家。好做法嘞。排先，我睇囉嗦啊。今年重陽，行我祝福各位長輩。康康健健18年，我正式宣布出發！是很開心。畫面啊，看起來挺好。各位鄉親，歡迎大家今日來參加條條里里總候選人劉娜娜競選總部勝利台北，還有啊，咩係重陽敬老發通。哎，睇掉咧。啱啲，叫冇攞難講。哎，咩叫佢做咁嘅機片啊？一下去老幾，錢都賺啦。一開始咧，你先來有請親關心你條條里，咩係你條條里才提出身嘅立法委員劉立凱劉委員送上歡迎。大家好。好，這邊呢是安利龍潭總裁會所吼，這邊呢長度有海拔300到400公尺，這邊呢差不多是海拔300到400公尺哦。每年呢唔會凍熱，唔會凍浪哦，把凍為落水，所以哦，這邊種出來的茶品質都好。接下來咧就係你根本應嘅主角咧，掌聲歡迎係已經條條里里總劉娜娜。
位乡亲，我是那有事情为情爱，那无事情没为情爱嘅娜娜。好，来。阿公公，已经差不多了。各位阿公阿婆，会听我？参观完皮糖之后，俺爱整起毛菜还有示范了。要不要带大家去看看那个旧伯公？反正也没人知道，就看一下嘛。阿公公建议我爱带大家去参观一只青葱肉嘅秘密景点，大家都好冇？好。汉家人真注重传统，真注重传承。动作上一推一推嘅传下来，都有佢特殊嘅意义。上菜了，好，来，吃饱了，哎，慢慢来啊。你讲哦，唔記得傳統，又唔記得傳承，嘅呢有動到嘅東西哦，會天天嘅唔見聽。多數有動到事情，係真唔係按簡單去改變嘅哦。哎呀，啦啦啦！阿公阿婆當陪你，阿公阿婆當陪你。即係當年嘅重用嘅中國法統，就係哦一項動重用嘅法統。做乜解愛嚟講咧？因為啊，重用經咯，就係按條條理輕重用嘅傳統風俗。大家哦，始終跳下，人一條斯太人，享受天人。看到大家吼去台上唱歌，老人家嘅心情咪會天天好起來啦。心情好了，身體自然咪會康健的呀。今年主角咪，主角點嘅三條理做嘅冇嘅用假法，這個太祖太醫，我佢拍乜嘅神態治理，佢拍人嘅傳統法統，本老人家喺晒呢頭。參觀嘅條哦，俺當日都睇看嘅茶嘅水準，實在係無搭無對嘅。佢還老 Q 北港殺隊一出來，高超到北港吼，係完全無應該，你無必要嘅。經捱嘅了解吼，Q 北港即刻會完成嘅精神，佢還老 Q 北港殺隊一出來。實在係冇應該，咩冇必要嘅啊！高超都白講哦，係完全係冇應該嘅，冇必要嘅。那係講，我當時呢種一定會爭取行較多嘅補助款，本嚟條條你搭嘅法通哦，都要動到嘅獎金跟獎品來回饋人條條你嘅鄉親朋友。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啊？哪里？入口。在那里。路不好走啊。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。好，后面大姐小心哦。用力。我从后面推你。好。1、2、3。各位乡亲。北港，小弟阿邊。阿公特別唔係講，相關都冇人送秋生樣。秋生配人主持的，我嘅三網主係批亂，我本記得看到，我係懂三網的兒子。
聽來啊！來 come Q 8講啊！日本中文哪个字念什么个？我的字念是去台北穿太前，不过有穿太前无？去台北你找我，郑永涵我找你，一言为定。就唔可以讓家婆知咯。不過唔會答應我。小狗。不過唔少嘅意思就係答應了。像一條證件，照顧幾條自誤無電波卡嘅獨居老人。台北咖比點幫貼咧，就會做人來縣里種錢。地方創生要結合大家的力量，把曼澤蘭彩繪這項文創變做恩雅美嘅貼縫貼色。改判生態處理了，你唱嘅味道證明，買唔起魯蛇啦。你講嘅人生就係安容。前，藏黑成功。你講嘅人生，冇乜解夢想，好好講嘢，藏黑你嘅理想，愛的。愛老你講，